尋日呢，我發佈咗一個關於避免失去朋友嘅一個短視頻，然後得到好多朋友嘅鍾意、點讚同埋閱讀。然後我想繼續分享相關嘅一個話題，因為呢啲話題呢，我係睇吳君格局呢本書而得到嘅一啲睇法，仲有一個讀後感，所以我都想將呢啲分享出去。我目前呢都想將呢啲讀後感呢整理成文章啦，仲有博客，然後分享出去。除咗短視頻之外呢，我仲會以直播啦、知識星球啦、公眾號啦，仲有博客等形式咁嚟分享。咁今日呢，我想分享嘅係一個關於過分自信同埋過度悲觀嘅一個讀後感。其實呢，我覺得好多人佢哋都好想成功，但係大部分人其實都係用一個悲觀主義，包括一個懷疑主義嘅心態去做事。呢啲呢，往往係弊要大於利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啲心態係難以專注做自己該做嘅事情。就好似呢篇文章咁。喺呢篇文章裏頭呢，吳君仲舉咗一啲例子，咁呢啲例子其實呢都講明咗點解悲觀主義會咁流行，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人過分自信，亦即係話人往往會高估自己嘅能力，咁喺現實生活中呢，佢得唔到想要嘅東西，然後就會產生一種悲觀情緒。而我自己嘅理解呢，就係其實都差唔多嘅，唔好對自己有過高嘅期望，同埋太高估自己嘅能力。其實呢，有好多人都想一步到位，然後覺得自己呢度又得，嗰度又得，但其實佢好多事情佢並沒有專注於一個深度嘅一個領域，然後好多嘢呢，佢只係表面上理解，佢並冇深度咁去研究啊，去探索，去專注其中嘅一個領域，咁啊導致自己呢度學一啲，嗰度學一啲，表面上呢，覺得佢好似識好多嘢，係嘛？但其實呢，佢呢個識可以理解為半桶水。如果佢遇到一個專家領域嘅人，咁佢嘅知識，佢所理解嘅嗰啲嘢，或者佢嘅認知層面上嘅，就喺嗰個專家面前，其實係一文不值，咩嘢都唔係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成為某個領域嘅專家，你必須保持一種敬畏嘅心去學習、去研究，千祈唔好高估自己嘅能力，亦都唔好對自己有過高嘅期望。咁你嘅心呢，你睇到好多嘢嘅時候就會好平靜、好平常，咁樣你對學習某一個領域嘅時候就會更加專注。仲有一個呢，就係其實好多人對自己係容易過分自信。點解咁講呢？就係對自己自身嘅能力同嗰啲不切實際嘅判斷同埋現實嘅反差，佢會等人產生一種悲觀嘅情緒。吳君仲講喺現實生活中，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呢，內心對自己係高估嘅。佢話有啲讀者呢問佢：我哋10年寒窗苦讀，上咗大學，快畢業嘅時候，先發現自己努力讀書，仲係拼唔過富二代同官二代，成個人都感覺唔知點算好。嗱，呢度寫嘅。咁吳君呢，佢喺見識嘅一本書當中呢，就做咗回答。佢嗰個標題呢，就係呢個世界沒有欠你什麼。呢種對世界嘅對前途悲觀嘅睇法，其實係來自於自己嘅過分自信造成嘅。自己嘅能力喺想象同埋現實之間嘅反差，其實呢段話呢講嘅亦都好現實嘅一個例子，就好似我哋讀咗大學或者讀咗博士啊、研究生啊，然後出嚟總係覺得自己嗰啲高高在上嘅感覺，就會出現眼高手低嘅嗰種落差咁，然後覺得出去面試、出去揾工嘅時候，嗰啲工作啊、薪水啊達唔到自己心目中嘅嗰個期望，咁就係話佢其實呢對自己自身嘅能力係高估咗嘅。然後佢都喺度諗，我自己讀咗咁多年書出嚟，揾到嘅嗰啲工作應該會有相應嘅薪水嚟匹配噶。但係其實呢，仲係嗰句話，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很骨感。如果你放冇低自己嘅嗰份過分自信嘅嗰個期望嘅話，咁其實你係好難揾到一份稱心如意嘅工作。另外呢，仲有一點，我覺得應該係面子問題，因為你放冇低嗰個面子去做嗰份工，你認為好似唔係好體面。所以你係冇去投嗰份工作，去將呢個簡歷交上去。好啦，就算你交咗上去啦，咁你面試嘅時候 HR 俾到嘅嗰個薪水達唔到你心目中嘅嗰個期望，咁你其實亦都唔會去做嘅，因為面子問題。咁喺我嘅觀點嚟講呢，面子係最冇值錢嘅。只有當你放低個面，就好似孔乙己嘅長衫，當你脫下咗嗰個長衫之後，你先至能腳踏實地咁真正揾錢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呢就到呢度先。今日分享嘅呢係過度自信嘅一個信息啦，咁聽日呢我會繼續分享被信息放大嘅悲觀，
如果你哋覺得有用嘅話，希望可以俾個心支持一下。咁今日咧就到呢度先，我係粵語 SB 催眠療癒師李嘉歡，咁多謝你哋嘅關注同埋支持，咁我哋聽日見啦，拜拜。